最近国内性骚扰案件直直爆出来，总统是指示行政院修性平法规，原底员工互头家性骚扰是无法度来管，不过未来是打算要加重处罚头家。民进党团表示，后一个会期得赶紧来规划。最近性骚扰事件真多，总统蔡英文到了地面测会室里，也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就3方面来进行改革。包括参考国际做法，重新检视即马的性平申诉机制，跨部会进行性平法规的总检讨，伫立法院后一个会期来做优先的法案。目前性平3法修法持续伫进行，行政院研究对雇主加重处罚，搁建立友善的申诉环境。民进党团表示，会在后一个会期会用特急件来做上完整的规划，让被害者愿意站出来，而且保护他们的相关权益。也让加害人他们得到应有的处分。我们会在第8会期里面，然后来通过。那这一点是党团给大家的承诺。那我们提案正在研拟当中，那我相信只要有共识，那希望能够朝平权，那另外能够确保受害者。即马呼吁毋拿要修法补破网，民进党内也因为性骚扰事件形象真歹，党主席赖清德嘛提出改革，切伫中常会下令，对性骚扰案未来党务主管，若做知影搁暗藏，若做查证是事实，一律开除，永远袂任用。秉持零容忍的处理原则，任何的申诉一定会进入性平的程序。对国民党方面，立委陈雪生最近互法院判定构成性骚扰，煞也是互提名，引起议论。党主席朱立伦初7主持中常会时阵表示，党内有定相关的保障机制，强调是绝对袂闪避，也是安护家己的人，绝对无允准任何董事也是长官暗藏事实，也是无通报防骚扰的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